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的感谢大家在按摩汉的中间叫做共同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安尼哈。台下度敬请各位众乡亲大家在多听本录音以及多看本注解、多读本文等等啊，就可以提高、提升、加速、增加客家嘅语同文嘅同了解。第二呢，大家知道讲啊，不同國家、族群、地方、行業啊，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語等等歌曲、詞等等嘅用法也有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確度三度加話項來，真有法度來嘅詳細研究客家語文安尼哈。今日所同大家所講嘅題目係初擺煞也會喜樂嘅文章篇同戲劇篇，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本大家嚟做個參考來研究讀客家白話文。後來嚟看本文題嘅初擺煞也會喜樂嘅文章篇。頭下呢一個文章篇用客家語文嘅詩人郭樹強嚟主演嚟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頭下呢，同大家講實際，我對郭樹強雖然有研究很多年啦，但是讀起來有時間唔係個標準，希望大家多多諒解安尼哈。後來先嚟看本文，聽講以前在南部某一啲客家莊，有一門婚事係兩家位家庭環境條件不同嘅人家結為親家，其中五方家庭經濟個快個苦度係，也可以講得係貧窮人家。一家人前後已經經已有6個生兒呢，其中一就每兒供下來以時節發燒過度，目前僅將醫生來打貼，中秋受快意腦筋，變成呢阿大，語也則什麼意，雖然係腦筋唔靈發，但是經過為18年以後，上天那望無悔意，本以身材、肌骨力、肉色等等方面也相當唔會差，只係動作同思想方面，就像論10歲生兒呢一樣。有一日，本人介紹嫁到隔壁莊，一個南方家境可以講得係非常有錢，田丘中耕種也有3-4甲之多。當時南方一家人是每年向五方來提前過天時，聘金等等一切，也唔會為了因為腦筋有政策嘅問題，就來減少為伊嘅聘金禮品，可以講得一切儀式規矩照常來進行，讓伊就託歸來做心橋。再講，呢位新郎官雖然出世生在呢個家境有好嘅家庭，又係等等突擊，也樣都係食命
石明明伊，但是因为新郎官寒舍时节，杀马条条，父母有冇注意到，带有雕杀金，也冇带其去本医生检杀马金，所以成人状态以后，不但话讲唔清楚，同时讲起话来又会必须挖脚，答金棒奖金，答出金，身材又相当太可，可以讲太可固。当喺两位结婚年以后，男方嘅父母也係關心，相當於諒解，唔敢喊嘅兩社公婆位去天橋度里做事，只好留在屋企掌握。但是因為信仰過為3週以後，明日一樣同隔壁鄰舍嘅生意呢搞到越來越熱，甚至當起生意王，對於生意呢教會做家啦反應，也係非常嘅精通同內行。明日分下馬必搏，搞到書屋面目很不彩。那係都幾時就同家人討論各機來買人搭設，將兩種情況不時發生。本意嘅家人見到下馬改大馬股條，實在係無法度。至於因為唔咩個年紀呢太可固新郎幹，簡直係耐唔可以，只好去投爺娘講，投為姑娘乜嘅都唔知，明日24頭常常係遲搞生意呢嘅做家啦反應，按骨頭水到像死豬尾一樣，而拖嚟做乜嘅呢？讓得上是兩位新郎先來所本人，安尼一罵以後，天日早晨一大早，也就將做家啦反應一切訴求變好些，唔敢再來交位，將把和平天內掃到吉祥。基本日都為日頭將要落山時，趕緊就將先寫好位。這時節，本家人看到兩種情況，也係非常之安慰講。雖然農經有政策，那係有唔對嘅地方，也係該談研究。經過一講，情況完全改變，實在唔會差。但是經過為一趟年，家人見情求，都在寫好信以後，去哪裡呢？讓會冇看到人樣啊！新郎官同家人簽上簽下，當新郎官將家門一開一看，默嘅將衫褲脫到光光，用屁股蓋到好些，面拿在面長康。同時見喊新郎官太可固來搞做家啦反啊，讓人情形，本做家人看你以後，也係將眼珠暫時冇看到，
早唔提，但是连续嘅10個月以後，列位泰國批判嘅新郎官，身體一年比一年過虛弱，過弱起來，身體體重也係一年比一年強。呢個情況本家人看你以後，要睇神睇馬講，家裏當初你告訴加拉番呢做生意呢喎，閒下在你市頭，雖然唔告訴加拉番呢，電多改變在暗部頭同捱夜睇考古嚟搞撇項。夜搞到暗，將我太考古嘅身體也搞壞，實在係會將我嘅單獨子嘅命都會本於輸血。第二日，就本家人喊埋人婆，將佢帶轉歸外家。當佢歸到外家時，嗰度本人腳歸外家，明道呢就係可能係以前人家所講嘅割血離婚，所以心裏非常嘅不服嘅相當。我介意多見，前後前萬三萬日。當時嘅家長將面盤呢腳盤、姜衣、枕頭、鞋、卡衣、石桶衣、衫褲等等都係唔曾用到，該行該行。呢下太考古以愛腳藝歸外家，我哪有按便宜本意嘢絕對要同意拿出來屬於嘅家長，所以在第二日辦下主位時，伊就將昆錯節的乾索嘅稻草，偷偷為帶人多進來。當伊轉去時，都好下模辦的人。伊就緊將細項嘅鞋、屐、衫褲摸位，將一布袋捆好些，將面盤呢腳盤用反當呢大坑穿呢起來，最後用乾索將面盤呢腳盤石桶呢布袋等等一共有10個項。捆起來，一粒拿來擺在和平上，看起來像是一節的火柴箱一樣，同時非常高興的才計算，係沒有缺少其他嘅東西冇，經過為一詳細點算以後，項都係齊全，只有面皮骨鐵帶，冇辦法綁捆，只好將細項嘅先拿，大項嘅東西讓人再來拿，所以讓佢看好些以後，心情一層強。有一層高興之下，將乾索頭一拖，出發就來歸轉每家位。當伊行拖到半路時，都好係日頭將要落山的時節，路行也係該到用茶。雖然將10個項嘅東西綁捆起來，一拖在路上發出來嘅聲音，雖然係像是石頭路上加
牛叉一样，濒临崩溃。但是当时也无本人注意到，后为当伊对甲白庄一投入外家也庄门态度时，无意之中就本人发现看到，也唔咩种种某人呢，每一下，tan讲错本人，将本人赶归外家，掠下让为土马嘅东西，土到暗藏啊，要濒临崩溃咯，濒临崩溃呢，详细看全部都系家常，脚盆、面盆呢。面家味等等都是用金属困难好势，拖归来的。当掠个现场新闻爆发了以后，规种议员夹走过来看，这时节的神奇同奇妙的情况。确实係唔會輸讓神嘅鬧人。雖然當時按動了人，但是也係心神猜，唔會講乜嘅感受。相反呢，而感覺到按多人上漲就上落前來看，實在係光榮同神奇。甚至感覺到相當有成就感。當伊拖歸入家門時，後背大細嘅人數算起來也有幾下10人。這時節，伊嘅阿爸同阿妹也係衝出來看兩人，到底係乜嘅事件？因為按多人在嘅。詳細一看，頭前拖動是野人，原來就係伊嘅妹伊嘅妹看到阿爸同阿妹做出來迎接儀式，一致歡喜伊投向伊阿爸阿妹面前講，太可顧伊。阿妹趕挨歸外家，挨下做花費幾多時間同一個拖歸來，當太力拖歸來，出嚟個太力，將挨一切家長，同時用金屬困好，好勢拖歸來而啦，阿爸阿妹。能本來嘅東西一時都冇失落，冇打傷我，全部都拖進來啦。阿爸阿妹，我安尼失望，我安尼做，唔等要高興嘛？太可顧嘅阿妹，看我安逸。一樣嘅是睇從大家談嘅樂團，得以有一家認為做話相當好嘅，得以發以後，睇從旗下18人拿到金春橋，神奇！以上嘅是故事，本嘅故事講對這個哈。大下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學語嘅時間用高數強嘅注音注解，要強有一個100嘅哈，一個有70嘅用高數強注音，請大家來學習高數強。高數強包括是高數創作性比較多，也按多地方嘅語言同美濃強有18政策冇相同。一個故事呢，睇到用嘅高數強，
一個同一個體育館腔，一個發射的地點係在於這個一個一孔以上呢，一孔有20分06秒，20分06秒。接下來呢，我哋同一個用粗白色也會寫個四級變，用將上面嘅文章呢變成四級，俾大家嚟做一個參考啊。第段本文嘅第段粗白色也會寫個四級變，用一個四音腔嚟注音，今日一下呢開始用四音腔嚟讀俾大家嚟做個參考。第一個戲中人。阿坤伯、阿坤嫂、醫生、媒婆、阿順、阿強、中孩童、中人等稱個八種人嚇戲文，睇到澎湃。頭擺在農業被殺嘅農業嘅人，為了生活，耕山耕田，除為自家食以外，收入有限。甚至家人有病，愛本醫生看呢，錢就冇耐食。在南部某位莊頭嘅阿坤伯同阿坤嫂，兩公嘅有6個細人呢，其中一個妹安到阿強，對些時節，阿坤嫂在房間。吃乜嘢失蹤，發覺乜嘢阿強眼神讓會暗笑，佢見狀同老公講，阿坤嫂講啊，老誒，夾來看，阿坤伯就講啊，喊到眼睇上，做乜嘅喏？阿坤嫂就講，阿強嘅眼神發笑，笑到會碌人。笑到為6年，阿坤伯都講行上前命冇嘢嘅頭，讓我暗笑，讓個實嗱，夾攬來去揾醫生看。阿坤嫂就講啊，看醫生，不可能有錢，男人一下，挨來去幫搶錯位，挨來去幫搶錯位。斷本生意嚟順，阿坤伯就講好，大下澎湃。生意呢搞本老公人，價位先拿10倍，面拍貼在每個額頭上推銷。後來自家趕緊去採人國，簽推銷嘅搶錯嘅，賺本冇嘢食。但是還係冇好，時間又浪費嘅幾百年，兩公婆只好搬走南去尋醫生看。阿坤嫂講：醫生，拜託，我也冇嘢眼神發燒，燒唔退。醫生個名一下聲音呢，按燒。孫沙大麥，那就開始會發燒喂。阿坤嫂就講，就算會天光時節開始發燒。醫生講啊，隔讓多一下，能來喏。阿坤伯就講啊，我這位有責搶錯嘅背技術。醫生講啊，唔過你一下發燒，燒過頭喂。阿坤伯就講每年口氣同也這位講啊，我都講我做啊，南來陪醫生看，就講冇相干，唔看也係咩喏？阿坤嫂就講心中鬼難過，醫生拜託，醫生就講，醫病係醫生救人因。親節驗，唔過唔係冇嘢發燒過度，腦筋燒壞嘅。阿坤伯講啊，醫生嘢都好嘛，嘢好嘛。阿坤伯轉嚟問，
医生讲，虽然也主为啥，小会慢慢退，将来还是有后遗症，有后遗症哦。阿坤伯唔系都讲，阿坤嫂就讲啊，坚强，只要性命保全，其他再讲，其他以后再讲。阿坤伯就讲啊，请问医生，讲你係生人呢，將來會有乜嘅後遺症呢？嗱，醫生講啊，生人狀態嘅以後，腦筋可能會戇戇思想方面會比一般人個幼稚，所以唔定我有心理嘅準備。阿坤伯就講啊，佢只有順其自然呢。醫生講啊，這一次大忙，悄悄咩退嘅，捱佢幾天一約嘅，帶佢去3頓飯後記得要裝備一食。阿坤嫂就講啊，好，承蒙醫生，一中間有一個主角有17個請大家看下，第二段一個其中人阿坤相同澎湃光陰時間，阿 Q 18歲嘅，生到清秀又正，因為腦筋偏痛發燒壞，思想講法正像8、9歲嘅聲音呢，係同一樣。有日問人婆上門來尋阿坤伯買兩公婆講，咪就講廉家祖山天地有3、4格，夜來嘅喊到阿順呢，老實人上愛同爺妹來阿 Q 來結親啦。阿坤伯就講啊，廉家唔知會嫌阿 Q 戇忙。一個阿坤嫂就講係啊，唔知我哋嫌阿 Q 戇忙。問人婆就講，對方家講佢好，做家娘嘅講托阿 Q 戇，難怪你，唔會變壞。阿坤伯講啊，同家會講啊，老誒，既然對方唔會去嫌阿 Q。我哋就唔是考慮按多嘅。阿坤嫂講，我冇意見。問人婆就講，家好，我結落去廉家同胞也門婚事。我看大澎湃，新郎官阿順係單單獨子，屋卡唔受事唔受作。阿順缺點不但太過，實馬調講話唔係個清楚，必須挖腳答見處講見。經過問人婆小計合婚，雙方家長同意一門婚事，天婚結婚儀式一切都規定，一般禮俗將新娘阿 Q 拖入門。家娘3個來嘅心求做些，之後喊一等裝屋，經過3週以後，阿 Q 日帶太強及白靈3個生人呢來屋家教做家啦飯呢。阿 Q 講話從生人呢嘅上，幫阿順去堂下坐。阿 Q 講太考古，唔叻錯。阿順講嗌唔出。阿 Q 就講啊，嗌啲唔按太考，都是按太長。他家聽說太考古嘅衫，中生人就講啊，好，他家將阿順嘅衫脫下。
太考古，太考古，哦，阿 Q 就讲拿货摊出来讲一遍，能将太考古擒来喏，擒来喏，压走，压走，全部声音呢就讲好，他家来擒太考古，阿顺就讲啊，个拿手唔对咯，要用金钱，阿 Q 就讲太考古。唔係手也係叫啊，唔係手也係叫啊。阿順講，按呢，喂，個位置啦，個位置。阿 Q 就講啊，再發唔前好，等一下木主再發好誒，全部聲音咧喏，哈哈哈哈，見那個睇就。阿 Q 講，他家看太考古。搶乜嘅啊？搶乜嘅？阿 Q 講啊，哈，伊世界有勁人，搶豬八戒，搶豬八戒，全部聲音嚟要同啊勁人那個太長，哈，阿 Q 後面呢？阿 Q 喺後面呢？阿順係豬八戒，阿 Q 講啊，一個唔好難，我來去買幾本呢？基本呢是問他個是，這個所有聲音就講，我哋冇錢，阿 Q 就講，我有用國嘅，買人愛聽我落去點咩買基本呢，買人愛聽我落去買基本嘅，阿 Q 就係咁，總之講落去哦，他家窮下落去，阿 Q 講啊，好。他家嚟傾下去，好一個大下嚟看第三團，澎湃阿 Q 家嚟三條位，就做生意嚟往來，就做出生意嚟往來，搞到遊來遊去。阿順堅持係乃唔好嘅，只好去投洋洋講啊。阿順就講咩。Q 冚夾白白聲音呢，仲係搞到做咖喱飯呢，也咪超講啊，唔愛冚伊冇教嘅，阿順就講嗌講話，按步頭，水到像死豬一樣用。拖嚟做乜嘅喏？也咪講好，阿咪啲嘅，嗌嚟喊伊唔好同聲音嚟講。阿順就講好，看大下澎湃。當你為先來所本人安尼一馬以後，天然早晨一大早，也係將做咖喱飯呢，也一切需求變好勢。唔敢再嚟教嘅，將把和平嘅乃說到極強。佢本意咧，都係日頭將愛落山時，趕緊將信寫好嘅。嗰時節，本家人看到一個情況，也係非常嘅安慰，但係都係按不頭，以沙叫阿順太考古。在面場上教做咖喱飯呢？安尼情形，本做家人嘅看嚟以後，也係將目主暫時冇看到，暫唔掂。但是連續嘅10個月以後，也為太考古批判嘅新郎官。身體上一日比一日稀過稀過弱，體重也係一日比一日強。做阿妹嘅同爺爸講啊，爺咪講老婆冇看到阿順嘅身體一日比一日弱下，爺爸就講啊，係啊，安尼下去唔係辦法，冇
办法把爷们就讲啊，喊阿顺啊，带阿曲出来。阿顺就讲哦，阿顺就带阿曲出来。爷爸就讲啊，你看身体变得硬弱，爷们就讲啊，同心球讲阿曲家，实在系哦，实在系哦，明暗无够到天公无衰。万一将来嘅等等兔子嘅命會數十咯，我將來嘅等等兔子嘅命會數十咯，看嗰嘢係冇，嗰嘢係冇，阿佢講啊，唔喊嗌冇同生意呢搞做假老闆呢，嗌馬上改，你下嗌搶同太可股教會，唔要講做唔得，甲愛讓嘅做，能做得喏，也咪就講，見看也老公，也爸就講實在冇解釋，好，想看大下嘅另外一個旁拍，天然就本家用喊冇人破，將其帶進外家。當佢歸到外家時，過到本人趕歸外家，免到你就可能係以前人家所講嘅割蓆離婚，所以而心度裡非常不服，馬上要上家下戶一睇佢嘅聲音嚟就講，阿舅就講啊，我同唔能講，我嘢家講家用一下去。天橋做事，大家停下來去辦捱嘢家長歸來，推捱最後去好嘛？所以我寫我就講好，我哋大家同傾下來去辦家長，好一個中間一段啊，一個有嘅主角請大家有限看下嚟。在看大下第四段，一個其中旁拍，當然在此時節，都好無卡無辦嘅人，一旦大家就緊緊將西方嘅鞋劇衫褲毛圍裝入布袋捆好，將面盤呢腳盤用翻檔嘅大坑穿移起來。最後用棍索將面盤嘅腳盤石通嘅布袋等等一共10個項捆起來，一個拿來擺在和平方，看起來像是一節一節的火柴箱一樣，同時非常高興嘅吹嘅點吹嘅酸，係咩有老叫係咧？缺少其他嘅東西冇，經過嘅一詳細點算以後，行行都係齊全，還有皮骨、棉被、高太行嘅工業爭多進來拿。當時阿舅嘅心情係一層強一層高興之下，第二一群生意呢，自家將棍索一套出發。佢就拖歸轉每家位，在拖歸來嘅路上，本人發現看到路上嘅人講啊，娘有安太強嘅生意呢，頭前嘅賺唔係種阿坤伯嘅每一下，另外啥講啊？係聽講就本人爭本人。趕歸外家，你下讓為拖乜嘅東西拖到暗床啊！嘅另外嘅錄音有講啊，乜嘅上邊臨幫忙，乜嘅上邊臨幫忙咯。一個有講啊，我哋行前來去看下先，個阿 Q 唔拖嘅乜嘅東西啊？阿 Q 就講係捱嘅家長啦，
女人就讲，我吐血奶咯，曲就讲啊，我爱吐几ngày佛卡，我爱吐幾ngày佛卡。好，再看大下嘅澎湃。當一個現場新聞爆發嚟以後，規種嘅人夾夾走過來看，這時嘅神奇同奇妙嘅情況，確實唔係說人神嘅鬧人。雖然當時很多人，但是也係心存猜猜，唔會講乜嘅感受。相反呢，伊感覺到很多人上陣走上前來看，實在係光榮同神奇，甚至感覺到相當有成就感。當伊逃過入家門時，後邊大大細細嘅人，算起來也有幾下10個人。這時節，伊嘅阿爸同阿妹也係衝出來看鬧人，到底係乜嘅事件？因為有很多人在嘅，詳細一看，頭前偷東西嘅人，原來都係爺妹嘅看到阿爸同阿妹走出來，撈到來迎接伊，一直歡喜嘅投向伊阿爸阿妹頭前講，曲用嚟講。個阿爸阿妹，我同唔定講，太可古嘅阿妹趕我歸我家，我在下晝花費幾多時間，從出嚟該睇啲，請佢到生意呢同我聽書，增長我嘅家長，同用乾索困好些拖歸來嘢啦。阿爸就講，看到一太大嘅生意呢，才嘅感覺到當費事。曲家安尼係，曲就講阿妹，唔能看，本我嘅家長一時都冇失落，冇打傷我，全部都拖進來啦。阿妹就講啊，曲安尼做，唔會感覺到佢減少下。曲講啊，樣會減少話，我安尼失望。我按呢做，唔定要高興嘛？我能唔會本太可古嘅阿妹看我戇嘅樣嘅，總然都嗱下，哈哈哈哈！曲讓我按神奇，實在神奇。澎湃，採從他家，他嘅樂團得意有次因為做話相當好，有得意嘅話以後。採從幾下10個人拿到見春遊，以上故事喜劇片就講到嘢嘅，有43分11秒。以上喜劇片再看一個圖來說明嘅嚇，一個做假啦，反正嘅泰國嘅東西啊，加本泰國個20頭50做事哦，幾日咧就有幾種嘅生意呢，請教嚟做假啦翻呢。關於講家酒，在安布頭嘅時間呢，太可古。安布頭嚟面場行教歌唔會俾人看到，來啊，再看一個而太可古嘅阿妹，乜嘅講啊，看而昂嘅樣嘅，面盤呢面咖啡全部都會拿到去，這個提示嘅圖呢，就是按多生意呢，他家聽書將東西搬過去以後。一個就是喜劇片。再看底下嘅附圖，主要是了解當前嘅社會政治其他集團一個小熊十分的多，一個事宜呢，本大家嚟做個了解，但是冇得使用一個起小偏出連太渣溜渣一個詳細嘅情形，請大家看，也有個錄音嘅解釋，佢講10分24秒一個就一個起小偏出連太溜渣一個雜誌嘅解釋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人做天在可能信仰不了，
人海人譬如論，天海人100個，一條話語呢，記在心度裡。以上是問大家，感謝你，再見。是夢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